Hello，大家好啊！咁我係 Vincent，又到每個禮拜嘅 Vincent 週末清談啦。近日啦，我哋香港嘅穩定幣條例咧就已經喺立法會咧就三讀通過㗎啦，並且會喺今年咧8月1號就正式生效。相關穩定幣嘅概念股咧喺股票市場裏邊咧就已經係率先被炒作啦。大家就開始有疑問啦，咁穩定幣咪真係咁勁咧？係咩嚟嘅咧？同埋對我哋生活同投資有咩影響咧？同埋係咪為咗人民幣國際化而鋪路咧？咁我哋今日講一講。簡單嚟講啊，穩定幣咧就係以法定貨幣或相關資產或者係其他嘅加密資產去做抵押，自帶信譽嘅加密貨幣嚟嘅。咁依家咧就99%嘅穩定幣咧都係以美金及其相關資產咧去做抵押嘅。最有名嘅就係 USDT 啦。咁呢個咧就係傳統嘅金融工具同區塊鏈相關結合嘅一個產物嚟。我哋香港嘅穩定幣咧，顧名思義啦，就係以港元咧作為一個抵押品去發行嘅。簡單嚟講，你可以將佢想像成一個數字版嘅港元現金嚟嘅。雖然係用區塊鏈去發行，但係每一個幣後邊咧都係有一定相關單位嘅資產去 back up 嘅，因此個幣值咧就會係比較穩定。咁而穩定嘅幣值咧，先可以有機會去做日常嘅結算啦、交易啦、房貸啦，甚至係一啲跨境嘅支付嘅。今次啦，我哋香港通過穩定幣條例同埋建立咧穩定幣嘅全產業鏈嘅監管框架咧，呢個速度咧其實就真係非常快過美國嘅。我哋香港啲大型嘅金融機構，就好似渣打銀行啊同埋京東咧，都已經係進行緊測試。最快咧就係今年年底咧就有機會咧就發行咧就係港府認可嘅數字港元穩定幣。咁港元穩定幣有咩用咧？有兩大用途啊。第一個就係以後嘅支付係簡單同埋快捷咗嘅。有咗港元穩定幣咧，即係話佢哋嘅轉帳咧就比而家銀行之間嘅轉帳係快咗成10倍。跨境支付咧就由以前嘅可能斷日計咧就變咗咧縮短到只係10零分鐘就搞掂，而且轉帳個費用啊就絕對會比而家平好多嘅。呢個咧就會係方便咗咧在做生意啦，同埋一啲旅行啊同埋跨境嘅電商交易嘅。第二個咧就係搶奪一個支付權啦。今次港元嘅穩定幣咧個目的咧其中一樣就係將港元嘅使用範圍咧就擴闊到去區塊鏈上邊，增加咗全球咧就係對港元嘅需求，亦都可以睇成咧就係港元係多咗一個 money pool。舊年啦，全球嘅穩定幣咧大概處理咗咧27.6萬億美金嘅相關資產嘅。我哋亞洲區只係佔10% 嘅啫。咁我哋今次嘅發行港元嘅穩定幣咧，其實除咗可以吸引啲合規嘅玩家之後咧，亦都可以係增加香港成為咧就係將來嘅穩定幣嘅發行嘅亞太區中心嘅。今次咧港元嘅穩定幣咧可以咁快速咁通過咧，市場上咧都有個聲音就係呢個係為咗人民幣國際化而鋪路嘅。而事實上，今次我哋香港嘅立法速度可以咁快，我相信係起碼阿爺係冇反對嘅。依家中美之間嘅競爭已經係全方位㗎啦，已經係過咗幾年之後咧，今年輪到咧就係一啲數字貨幣、數字資產㗎啦。喺數字資產同埋數字貨幣呢方面，美國咧事實上係領先嘅。我哋睇到市場上最高市值嘅兩隻穩定幣 USDT 同埋 USDC 都係用美金去做個 backup， 佔據咗咧就係嗰個日常交易咧85%左右嘅。中國大陸依家要同美國競爭，咁但係人民幣咧唔係完全流通嘅。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連結大陸同埋外國，咁依家發行一個穩定幣嘅話，咁其實係有利於貿易啊，同埋一啲日常嘅結算嘅，係亦都提供咗一個跨境結算一個更加便捷嘅工具，去俾外國嘅資金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嘅資金去外國投資嘅。不過有一樣嘢值得留意啊，我哋香港行嘅係聯繫匯率，港紙係掛咗美金嘅，所以我哋而家用港元去發一個穩定幣，某個程度上你可以睇成咧都係用咗美金嘅信用嘅。所以講，如果用港元發行穩定幣，就係為咗人民幣國際化而鋪路咧，呢個係有啲言之尚早嘅。除非直至到某一日，我哋香港港元嘅掛鈎變咗係同大陸啦，或者係掛鈎離岸人民幣啦，或者係發行以人民幣為抵押品嘅穩定幣啦，咁先就係有利於人民幣嘅國際化。咁所以講呢個需要係好長時間嘅。最後啦，咁穩定幣嘅咧係對好多投資嚟講都係一樣比較陌生嘅投資工具，加上依家嘅條例先係啱啱好通過啫，
好多具體嘅細則都係等待政府去公告嘅。另外，我哋亦都係整理咗一啲咧，就係同穩定幣相關概念嘅股票，俾大家做翻個參考。咁如果大家想繼續關注相關嘅題材嘅話，咁可以係點讚啦、分享啦，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嘅。多謝。如果你都中意 Vincent 嘅片嘅話，就記得訂閱、讚好同留言啦。仲有記得分享出去俾朋友。下次見。